台语吼是咱台湾这块土地的母语啊。我自细汉甲阿嬷、阿公、阿爹讲，就是拢讲台语安尼吼。甲落尾来吼，啊，这少年的吼读国语书，啊，拢讲国语习惯啦，啊，所以才对这个台语吼生疏去。啊，这个台语吼生疏去实在足可惜啦吼，因为咱每一个国家或者是讲每一个地区都有因的母语伫遐。啊，我是感觉讲，咱较大台湾地应该都爱会晓讲母语安尼吼。有的老人吼啊袂晓听国语，啊孙咧甲伊讲，啊听无，毋知影讲啥。安尼呢，对感情会较疏远，语言袂通，对感情会较疏远。哦，啊语言乃通，哦啊一来一往，安尼吼，迄个感情吼就会愈深安尼。啊，咱这个公司台语台若开播了后吼，希望各位大家吼来重视。啊，上要紧就是讲，对这个台语有一种传授的意义伫遐。啊，希望咱这个台语啊，由这个公司播出来吼，会当代代相传落去。公司台语台7月念以来，